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我们当地屏东县是农业大县，每个乡镇都有自家特别的农特产品哦。不过我们去每个乡镇老了要花几多的时间呢？故说屏东县政府都想办法将一个最有特色的屏东农产品设在一个地方，也就会野草莓将开幕的重置改编的屏东农业物产馆哦。到底一个馆地边有哪条特别的农特产品呢？也是讲好搞好料的地方。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工作人员来同我们好好小结一下咯。今天就马上来分享我们管理团队的孙宗飞孙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屏东农业物产馆营运的经理孙仲惠，欢迎大家来到屏东，谢谢。哇，欢迎孙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地边哦。等一下，都麻烦孙经理对农辈到地边好好带我们聊聊一下吧。我们想先请教一下，係我們農業物產館的經理嘛吼，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自己的背景好嗎？我來到南仁湖也大概快2年的一個時間，那其實我在之前在百貨業，其實我也在百貨業待了20多年的一個工作經驗啊。哦，對對對，從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這樣子一路這樣過來。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實務的一些營運的跟招商的一個經驗，那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是來承接，就是公司來承接農業物產館這個營運規劃跟管理。那我們是採一個 OT 的模式，那 OT 就是屬於就是由政府出資興建，然後我們來營運，那營運之後再移交給政府，跟 BOT 會不大一樣。BOT 是由民間來興建，營運，然後之後再交給政府，所以這個方式會有一點不一樣。那屏東農產館它是由屏東縣政府它出資興建，那在整個一個農產館的一個營運的一個目的，最主要就是還是來自於就是說希望能夠協助屏東當地的一些，不管是農業，或者說在地的一些產業，或者在地一些知名品牌，能夠有一個集中的一個區域，把這些所有的產品能夠一次性的展現給所有的遊客、消費者，所以就是有一個屏東農產館這樣的一個，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展銷的一個平台的這樣的一個建立。主要是這樣子，是。安尼idea同頭先講的差唔多嘛，都想講，縣政府想講有一個地方本大家可以來聊聊甚至係認識我們屏東縣的農特產品。不過我想的都會，為什麼農產館會選擇在長治鄉現在這個地點？是，其實現在這個地點它是屬於屏東熱帶農業園區的一個部分那其實這個屏東熱帶農業園區其實佔地非常非常的大那屏東農業物產館只佔了其中一個部分，那其實在旁邊還有所謂的一個屏東的農業科技園區，然後在另外一邊還有那個高雄的農業改良所，所以在整個一個區域就是結合整個應該說全台灣最重要的一個農業的一個發展的基地，就是在屏東長治鄉這個區域啦。那其實包含也包含到屏東市的一個州，屏東市還有長治、鹽埔、九如都是在這一帶，就在剛好這個交界的一個區域。那當然最主要還是坐落在長治鄉。原來嘅附近呢全部係農業嘅重鎮入錯嘅嘛。最主要係講除了係嘅係農業重鎮之外，係咩還有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講有一個高速公路經過係幾順後啊？對，剛好就是在國道3號的鹽埔屏東交流道下來，其實我們轉個彎，其實就下來就到了啦，相當方便。那我們其實在縣政府在規劃農業物產館這個建築的時候，其實第一個也考量到一個交通的一個便利性，第二個就是說，我們也希望把農業物產館打造為有一點像日本道之驛的這樣的一種概念，就是當作是一個具有當地特色的一個高速公路或者公路的一個休息站的這樣的一個概念，那裡面就是販售以當地的農業物產或者相關的名特產為主，也有許多的一個伴手禮，讓所有的這些旅客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休息站，下來休息的時候能夠順便刺激一下，繁榮一下當地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錯㗎，我記得我哋嘅高速公路對台南
高雄之后，好些米都无办咧休息站的啊。对。嗰时候大家一路写，可能路写啲图讲，写啲林边，也有讲下迄路困等的。由于咧地方可以分大家休息，大家可能会点下来机会都够高的哦。安尼孙经理，那继续来请教一下吼，咱到农业馆之后啊，听讲啊，其他个老辈请讲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同人小解一下讲，农业馆老辈到底有乜嘅东西好冇？它的一个外围就是在我们在周边的环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造型就是彩绘稻田。那彩绘稻田当然我们未来1年会有2季各种不同的一个主题跟风格，就像今年在年初在试营运的时候，它是用一个迪士尼的一个造型。那在8月19号正式开馆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叫自信屏东这样一个方式，然后里面当然有融合许多屏东在地的一些风格跟元素。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旁边就是农产馆周围有许多所谓的装置的造景艺术地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具有水果造型那种特色的那种休闲的座椅，其实都坐落在整个农产馆的一个周围不管像柠檬啦、莲雾啦等等很多屏东在地的一些特色水果的造型都是在我们农产馆的周围。所以其实是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打卡点啊。意思是讲，人哋农业部产馆啊，唔但像係讲，人哋去到嘅有个热带博览会，跟人哋讲那个摩田可以看，就是造景嘛吼。你迄个地方，佢连坐的凳的啦、休息的凉亭啊，也的，全部係用人哋屏东农产品的意向下去做的按尼話，假使講人哋去到嘅翕相，順經理，有最推薦人哋講，睇老闆可以有哪一個點可以來翕相的呀？各种不同的角度拍起来都相当的漂亮了对，就是包含你在几个重要的点，其实有些你背后刚好就是 3D 的彩绘的稻田那有些就是还有一些屏东在地的一些农特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造景还有就是有一个屏东的一个意象的一个图腾就是在我们刚好在彩绘稻田的前方有一个具有像卡通造型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对，其实这些拍起来都是相当的，非常具有在地的一个风格跟特色。孙经理，安尼话虽然讲人哋提讲农业部产馆其迄站人哋热带博览会一些国嘅，不过规个农产馆啊，其差不多有1到3楼每层有乜嘅特色啦？农业物产馆总共有3层楼那1楼的部分最主要就是屏东在地的农特产品。以及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轻食类啦可以餐饮的部分最主要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贩售那还有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用餐跟休息区那一些知名的伴手礼其实在里面我们都看得到就是讲人屏东的10大伴手礼是电路全部吗？是全部都可以在这边找到，还是讲一部分呢？一部分，对，一部分因为10大伴手礼其实我们是集结从2018年到2021年的，大概蛮多的啦。对。然后另外就是2楼的部分，2楼部分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农业大学，农业大学这是属于屏东县政府他们在培育。就是屏东在地的一些农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培育这些农业的一些青年就是培养他们有一些农业的一些经营创新创生等等这样子，他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空间。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展示区域，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每年会有安排不同的档期就像现在我们在做一个自信屏东的一个展览那我们还曾经办过就是盆栽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盆栽的一个展览其实这个部分都吸引相当多的一个观众游客来到现场来观赏。那3楼的部分最主要是一个观景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看 3D 的一个彩绘稻田由高往下看那个 3D 的效果会更明显那另外也附带一提就是说因为刚好农业物产馆它就刚好位在屏东机场的航线的正下方所以刚好你在那边其实每隔几分钟就会看到军机这样低空呼啸而过准备降落了
对，所以甚至比高雄小港机场那边要那个什么机场咖啡哦，那个还要再更刺激这样子。哇，安尼通风落啊，其实大家如果看安尼比样机吼，近呢有比样机哦，比过去和大家适当时看安翕相安尼呢，哇，几好呢。不过啊，通到有咧几奇妙咧讲，安尼一楼啊，其实还有全屏东县特别的生态伴手礼啦，也係講農特產品嘛。俺韓堂講啊，呢度有個武山館開幕，順其你還喺地杯一樓哦，有一個特別的遊戲的東西，本人去個可以搞，係咪？從開館到目前為止，我們有設置那個夾娃娃機啦。那夾娃娃機可能大家會覺得沒什麼，但是我們裡面其實放的就是屏東在地的水果。比如說我們前一陣子放的是檸檬，大家其實對夾檸檬這個蠻有興趣的啦。而且我們你只要打卡，我們就會只要是打卡，我們就讓你玩，讓你其實也是希望讓你夾到為止啦。檸檬是相對的比較好夾，也很有趣。對。那不過在這段時間，我們又增加一些趣味性跟挑戰性。其實我們還放了幾個東西，第一個是洋蔥，洋蔥當然重量會稍微重一點。那我們現在又加入了，就是最近比較新的這種水果叫木鱉果木鱉相對就比較大，比較重。太亮了。對。然後我們還加上了椰子，那種大顆的椰子。厲害。對，椰子，那這個是很具有挑戰性的啦。對，那其實大家在那邊夾其實也夾得非常的高興啦。對，就算你夾不到椰子，那個檸檬我們也想辦法也會讓遊客們讓他去夾到這樣子。人家想講順其你，唔能一聽係故意不讓大家去夾到嘅。你幫人行機想講細了可以夾得到，那不瓜木鱉果也係安太了，根本不想讓人家去夾嘛。你還有真是去試搞過有夾到過的冇？有試過啦，是真的是可以夾得起來啦，可是要需要一些技巧。對，要一些技巧。真是除了那個翕相之外，還想我來教一下，真是去夾到看那先也夾風落，有冇個獎品本來冇？哇！觀眾朋友，當個順其你小姐係咩感覺？俺哋武山館真是腦杯可以翕相之外，地杯還有可以夾東西嘅機台可以搞，係真好搞呢。不過地杯多大還有哪條特別的東西？俺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小姐咯。前面講到，我哋屏東農業武山館一樓就已經安好搞嘅，其他樓層還有哪條特別的呢？繼續來請教孫經理咯。孫經理，頭頭有講一樓已經安好搞嘅我哋二樓頭頭唔有講到，當個有一個展覽更加嘅展覽的內容係乜嘅呀？我們現在2樓有一個常設展，就叫風味屏東，那主要是介紹屏東在地的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農業的相關的一些物產，它的產地的介紹，當初是怎麼，有些是從國外引進來的，大概從最早比如說從荷蘭，像芒果呢，從荷蘭那個時候引進來，有些是從日治時期引進來，有些是在農改所他們所研發出來的改良的一個品種，所種出來這樣一個水果，其實在風味屏東裡面，它有相當多一些完整的一個介紹。你講野餐嘅人去到2樓看到嘅展覽，其實也就包含了我們屏東所有農特產品的歷史故事啦，也是還係講有哪條嘅特別的農產品，去到這個展覽，人都可以認識到全屏東大部分的農業嘅歷史嘅。哇，安尼幾好呢！不過除了做展覽之外順其你頭頭有講到，我哋2樓一般來講除了展覽，比如做一個上課嘅場地嘛。除了按呢，我哋2樓還有哪度可以去搞料的呢？我們2樓現在有一個互動式的一個木藝的一個教室，你可以現場去做所謂的一個木頭的一個 DIY，那現場這個教室也有專人的來一個教學，其實是相當的一個有趣啦。那我們這邊也常常有團體的客人，不管是
像那个乐龄族啦，或者说这样国小国中的同学，就是有时候都会包车这样过来，过来上课或过来学习。那这是在平常日。那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包含像假日的时候，也有个人他要来学的，想要来玩的，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那你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到农产馆的现场报名，现场的1楼服务台报名，或者是透过我们那个屏东农业物产馆有粉丝专页，其实各种联络方式报名，我们都会来协助，让您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都相当的有趣啦。按你讲讲的顺其里，要给按后搞发通要收钱吗？这个还是要去收一些工本费啦，对，因为这个材料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费用。假使讲哎，一个人过去搞也可以申请吗？一个人当然也可以，对，我们是也可以采个别教学的一个方式。按你过好呢，假使讲有限的过去给老了的时间，可以来试看咱也个输掉，可以搞出某个东西来哦。按你回过头就来问个孙经理好的啦吼，俺们头都有时候讲1楼啊，就是俺们屏东县的农特产品，1楼就是农特产品的梯峰嘛。按你一番，俺看到根本你孙经理也带了按照特别的农特产品，可以麻烦孙经理同俺们好好授给一下嘛。我先很快介绍一下前面这边其实这边是我们今天所带的全部都是屏东在地的农特产品那其实像这个时候，这个像柠檬醋手工的一个柠檬酱这个都是非常的对。柠檬酱那屏东其实在内埔这一带其实是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可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区。那在这一带也有非常多就是有得过世界大奖的一些巧克力的品牌，其实都在坐落在屏东。那我今天特别带来的，等一下主持人可以来试吃一下我有带来各种不同百分比的那个巧克力。对，那再过来那边还有像姜黄粉鹅肉丝这个都是从内埔啦、竹田这一带的一个客家的一个产品。对。你顺经理等下头都讲到这个巧克力，因为本来讲快来试看先，俺们主办单位也过用心马上就准备的个巧克力提啊。你讲本来台年下讲，一道牌没？您试试看，猜看这是几趴的巧克力？刚刚试过按到巧克力，一下一定传得出来。巧克力的米是贵重不过生红的用按神好按特别的巧克力的米是，哎呦，一个按付应该超过80%，我同款那些应该还。最少应该还99%吧，应该是99%的咯。其实这个是100%的一个巧克力。对。那其实主持人你吃的是有比较大口的啦。其实100%的巧克力我们都是剥的小块小块，这样含着这样慢慢吃这样子。按你含上按还好还好，有时候我们讲吃掉一类全部剩下去，平常时是巧克力还按你吃的呢。不过讲到呀然后。既然孙经理讲说的按太好，平时俺们是看有个巧克力啦，运用也是够好啊。其他像80几%的那种巧克力，其实整片含下去是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它只是说这种100%的这种巧克力就是其实我们要去剥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这样含着去慢慢去体味这种巧克力的，因为它会有前中后各种不同的一个口感。对，就是你刚开始會覺得一开始可能会有点酸，会有点苦，可是你就是含着，就是一直含着，让它慢慢的融化，这样子，不要马上就吞下去然后融化之后，就会慢慢就会感到开始就有一点甜味出来，这种巧克力的这种甜味出来。那当然，其他那种百分比的巧克力，它本身是有加入一些糖的一些元素。那当然，这种100%就是原味的这种巧克力，所以这种吃法会不一样。你除了头都烧嘅巧克力啦，姜黄粉，有个鹅肉丝有个部分有个豆油还有乜嘅啊？像这种酱油金桔糕其实这个都是也是在竹田就竹田也是客家族群最多的一区他们这边所在地生产的。对，
那另外我特别也介绍这个纸伞哦。对，也个唔系美容的哈，都高用的呢。这个我特别说明一下哦，其实纸伞不是只有美容而已哦，其实在屏东的高速，高速乡那边也是纸伞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哎呦，哇，安尼有讲可以买顿眼人知，迄种眼人老尾去上也拄好呢。安尼顺便哩，睇遐个10大伴手礼底杯啊，睇眼人武山馆买到的，你自家有个推荐，也係講會同眼人收嘅冇？比如说，像屏东其实有非常有名像沙琪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玫瑰花的蛋卷，就是蛋卷，对，也非常的有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叫柠檬砖，对，柠檬砖其实它其实是里面，其实柠檬砖里面是那个柠檬的那个高浓度的原汁哈，然后直接你可以加到气泡水或加到水里面，然后这样子来喝，其实是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养生啦。对，这些都是屏东10大伴手礼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只先介绍其他这几种，那其实现场还有非常非常的多那甚至就是说，不是在屏东10大伴手礼里面，可是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在地的农会的一些他们所推出的一些特色的商品啊，就像比如说像以我们所在的像长治乡的一个农会啊，它推出了一个东西叫长龙面哦，大家听到长龙面可能搞不清楚，长就长治乡的长，龙是火龙果的那个龙它是这个面它就是用火龙果为元素，所以那个面看起来是红红，可是吃起来口感就会非常非常的特别这虽然不是在10大伴手礼的名单之内，可是是非常具有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商品哇，糖豆的黑兰水都经流出来的哇，真的是马上就想那个爽快啊！先都带亚的，可能10大伴手礼也好，农特产品也好，都带黑马嘅味道。不过我听好奇一件事情都亲身接啦。顺见你，一条农特产品啊，迄唔能去簽的來到管地杯，也係講縣政府唔能去簽的。来到管地杯呀，这个部分其实县政府它也有推荐，那再过来就是说，我们也有实际去，就是当然也会从网络去搜寻啦，就是说，屏东有哪些人气的一些商品，我们也会去开发，那再过来就是说，刚刚有讲到10大伴手礼，我们是从历年的那个得奖名单这样一个一个去这样把它找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运用各种不同的管道。来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把这些商品集结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陈列，做一个销售，提供顾客更多的一个选择，就一次就可以把它买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刚是讲我们家也还有一个农产品啊，可以直接到物产馆里面去吗？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可以跟我们联络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进货啦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看，就说这个商品因为当然有一些东西它比较不适合现场贩售的，比如说像10大伴手礼里面有一些是冷藏冷冻的，除了这些之外，那其他常温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其实我们是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那除此之外，就是其他的一般的农产品，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开发那这个开发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评估啦就是这个评估会包含，就是说第一个它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价格带它的一个商品就是对顾客的一个吸引力，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包装那这个部分虽然可能厂商会有所不足，那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营运团队会来协助比如说加强它的包装协助它的通路的贩售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在农产馆我们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辅导这些在地这些农民啊，还有就是这些厂商，就是协助他们一个销售，然后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说头头顺年有讲到一啲嘅条件，都会讲，我想管地杯爱买的东西，农特产品，比如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嘛，假使讲佢没有到这个基本条件的话，你能会辅导佢讲，这个包装可以多码个长度，可以去辅导他们，帮忙他们去做这些设计。对。安尼几好呢？安尼方，人呢有条农特产品啊，喺固定呢也係講一段時間要去輪流。其實農特產品特別是農產品，其實他們通常會有一些季節性。對。那季節性的部分，那我們就會按照不同的檔期
比如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会特别加强，比如说是凤梨的相关的产品，比如说接下来这段时间是火龙果，或者是其他这样各式不同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在农业物产馆1楼其实有一个区域，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有不同的主题，来推出不同特色的一个产品，就是让整个一个商场会有持续不断的一个有一个变化的一个空间啊。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他是常来的，他觉得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样能够更加的去吸引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你讲其实也唔系固定的每季每季比如话有某种样的主题，比如讲今年系一个故事熊，下一次一个女仆熊，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去做轮替嘛，对不对？是。按你方案呢，许多个除了说现场的礼盒啦、压掉之外，现场有可以直接吃的吗？现场我们有餐饮。对，我们有餐饮的。那目前餐饮的话是有一间原住民的一个风味餐，像竹筒饭啊，还有就是烤那种山猪肉啦，还有就是爱玉甜点等等这样的一个厂商。那其实我们的其他的像伴手礼等等，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些适合现场吃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座位区啦，就是让民众。当然，你如果从外面带食物来，我们也是都非常的欢迎。就是等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讲，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这样的一个概念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那你现场在那边吃，在那边休息，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哇，观众朋友，糖豆鸦片呢，真是刚刚俺的农业部相关一定的好人，你看那边老了黏的可以去买东西，又可以去吃东西，唔系几好。不过糖讲，俺的物相关地位啊，明白啊，都会冇咁样嘅发通咯，到底係乜嘅发通咧？俺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前面我哋啲嘅屏東農業物產館啊，係咧幾好搞，又有幾多好食嘅農特產品嘅地方。不過裏邊還有那條精彩故事呢，繼續嚟請教我哋孫經理咯。經理啊，繼續嚟請教一下哦。所以講，我哋嘅農業物產館都更加乜嘅時間開幕嘅呀？我們在8月19號正式的開館。對。你半夜開到更加差唔多係冇多清久嘅時間啦。我哋講。喺唔喺睇一開幕之前，有人家講嘅試營運，係啊。其實是在今年的1月22號到2月底，那時候先舉辦一個試營運的活動。但這試營運的活動是配合今年的熱帶農業博覽會，就是同時進行的。那熱帶博覽會其實它今年總共有大概超過125萬人。來參觀這個博覽會其實也借了這樣的一個時間，那我們為什麼要試營運？就是借由這個時候來順便幫農業物產館來打知名度，讓更多讓更多的遊客知道說，這邊有未來將有一個正式的農業物產館會在這邊進駐，來這邊營運。你今年開幕嘅時間啊，有配合熱帶農業博覽會來辦發通嘛？開幕之後有辦哪度嘅發通呢？其實開幕的話，其實我們不管是在試營運或者是在正式開幕，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彩繪稻田。對。那試營運1月份那時候，我們有是結合迪士尼。那在今年8月19號開館之後，我們有一個叫自信屏東這樣一個彩繪稻田的一個戶外的一個3D 的一個稻田的一個展示。那這個元素裡面卻包含屏東非常知名的一些地景。像東港的那個橋啦，燈塔啦等等，那裡面也穿插了許多的一些在地的一些水果啦，還有就是黑鮪魚等等，這都在整個一個彩繪稻田的一個圖案當中，裡面的一個元素。那再過來就是說，其實在我們整個開幕，其實我們有一些非常多很有趣的一些活動、展覽，那這些活動跟展覽我們也會持續不斷的。一路就延續下去的，這是未來是一個
常态性的一个活动。哦，我根本的嘛吼。对对对。你顺今年除了也有发通展览之外啊，我还谈讲，能为更加呢，在诺贝尔时节有规划过有开一个市集，系咪？是，我们在未来就是说，在农业物产馆哈，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在户外举办这种常态的叫自信市集。好，那我们会邀请屏东在地的，不管您是小农啦，或者就是合作社啦、产销班啦，甚至农会等等，我们是非常欢迎，就是说在屏东的所谓的一级农产品的这些厂商来共同来加入，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欢迎，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招商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小农啦，或者就是说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具有规模，可是他又很想要来的，那他对于这样的一个销售经营，他一直没有很适合的一个通路。那其实我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户外这样的一个举办用户外市集的方式来吸引这些，来让他们直接的去面对消费者。那有一些后续就是我们会在这当中，我们也会去找一些非常具有潜力的这样一个厂商，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予以协助。不管是你的商品的包装啦，或者是行销通路啦，或者就是在整个一个价格带方面的设定，或者就是在消费者不是那么了解你的时候，我们站在农业物产馆协助推广的角色，这个部分我们会愿意来全力来协助这样子，对，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通路了，跟展销的一个平台。恁试营运都应该已经算有一段时间了，顺便的，恁对试营运啊都应该一段时间，恁团队啊有遇到过乜个困难的挑战吗？其实，我们在商场的经营招商这件事是一个需要很长期的时间去跟厂商不断的去接洽、协商，然后邀请进驻，甚至就说里面有一些设备需要请厂商来投资。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屏东农产馆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商场，比较特殊型的一个商场。那我们在找这些厂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些厂商对屏东农产馆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全新的商场。那毕竟我们也不像那种连锁的百货公司，那所以说他们要进来这样一个商场，其实一开始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疑虑，就是说，这个地方最简单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的条件会不会太高，那合作的方式是怎么样子，他要来这边进驻多久，这个时间要1年、2年等等。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招商的过程中，必须不断的去跟厂商去做一些协商啦、讨论啦，甚至就是说我们要提供什么样一个协助，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会花比较多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在招商的过程，其实从屏东最北到屏东最南其实跑了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啦。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屏东农产馆其实我们是非常欢迎屏东所有在地的一个厂商，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厂商我们是还没有接触到的，只是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接触，或者没有管道，或一直没有想到等等，或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我们来互相保持联系啦。那至于说讲到通路的部分，其实未来通路绝对不会是只有屏东农产馆里面，那我们南仁湖集团其实还有很多像国道的这种服务区啦、休息站啊等等几个场域，那未来我们是可以把整个商品把它扩展到全省其他地方这样子。我说讲，你来到这地方，唔但将喺睇人哋农业物产馆可能还有机会把来变到人哋公司地方其他休息站也好，可以迅速同佢推广出去，係咪安尼意思啊？对。你今日我想要請教一下能睇這一個招商的過程地方啊，有遇到講嗰種有幾好的廠商，不過今日因為種種原因冇法度好入來嘛。其實是非常的多啦，其實屏東很多非常好產品非常好的一些廠商，那其實我們面臨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這些好的東西，這些好的品牌，其實他們規模都不大。像師大伴手禮裡面，其實也有很多是那種比較小的在地的廠商，那其實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對，現場，因為我們在那邊要設立一個專櫃，
用专柜的形态，那要派一个人出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问题反而会比较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跟厂商去沟通协调，就人力的方式要怎么样去解决。那当然有一些排班的问题啦，或者就是说我们在现场这些人力，就是会有一些人力调度的问题，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在营运团队要去设法去帮厂商解决他们人力的一个问题啦。对。讲到鸦片啊，像讲技术强高孙经理来讲，对于那个农业部产馆，未来还有哪条的规划吗？其实我们农业物产馆目前刚开幕其实还有很多是我们要逐渐的往上去增加我们的一些项目当然。我们的目前的柜位，我们目前是还没有招满对，还没有。那我们还有几个位置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持续的去，我们也不管是我们去主动去开发厂商，或者说厂商来报名，或者说县府来介绍，我们希望能够多元的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来更加的丰富我们的农产馆这样的里面的一个商品。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农业物产馆其实它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跟定位就是除了协助帮在地的农民做销售之外，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销的平台，就是它的一个展示、销售、行销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通路平台。那未来的话，我们农业物产馆也会成立一个就是专属的一个网站，未来就是也是协助他做一些网购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网络的一个销售平台，这样子，这是我们未来持续要去做一些发展的一个方向。感觉会越来越好呢。哇，观众朋友，乡亲朋友，你看，屏东县政府同的管理团队很用心准备一个很好的地方，本大家可以来聊聊，来认识屏东的农产品。也希望大家单单是来这边聊聊有的小农大家也可以推荐，也可以自己来报名一下帮的屏东农业物产馆可以越来越好今天再一次感谢孙经理带来很精彩故事同小给很特别的农产品，多谢谢谢主持人。那也谢谢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到屏东农产馆来增加我们的一个业绩，谢谢。好咯，找到更加大家会可以的么呢？评论先生来圆通表送一下咯。希望福建来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